请问小确幸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小确幸哦，我这边是阳气大哦，因为啊，咱心情若好的时阵，是不是 spring 阳？捌听过无？spring 阳，嘿，靠阳嘛，嘿，欢喜，嘿，所以我是阳气大。哦，啊那阿雄我这边吼，叫做小幸福。小幸福听起来敢若较另外一种。因为就是照迄顶管迄三个字来直翻嘛，小确幸，小小确定的幸福。哦，啊，甲确定这摕掉就变小幸福。我甲你讲啊，这种代志吼，爱选什么人较侪讲着无？较侪人讲的。啊，小幸福较简单，啊，听起来嘛真正足幸福的。啊，应该就是小确幸，就是安尼讲。我的想法是因为，小确幸这个国语确幸甲幸福这其实两个意思无完全相像，我是安尼感觉啦。小幸福伊是占90.8%，差不多100%。90.8%。啊，迄个阳气大是9.2%哦，差10倍92%。真正的。所以少年呢，因的分析拢足好，应该是看简单的。